好多女士都曾經受泌尿道感染困擾，多數由大腸桿菌入侵膀胱或者尿道引起，嚴重時甚至影響腎臟。常見不適包括頻尿、排尿赤痛，甚至出現有得急冇得出嘅情況。要真正減少反覆發炎，唔應該等到症狀出現先處理，日常預防先至係關鍵。Active Crown Royal 嬌妍寶專為女性私密護理而設，嚴選3大天然黃金成分，從多個層面防止細菌滋生，幫助預防及改善因感染引起嘅不適。產品核心成分之一係來自法國嘅高科技專利成分洛神花腭萃取。花腭係成株洛神花中活性最強嘅部位，透過特殊專利技術，成功提取當中最高效嘅花青素同前花青素。佢唔單止擁有製造專利，更獲得 ISO、HACCP 同 GMP 認證，證實能有效降低泌尿道感染機會。最重要係非基因改造，食得絕對放心。我哋仲加入咗高品質蔓越莓萃取，富含前花青素及有機酸，有助調整體質，令尿液保持適當酸性，從而破壞細菌生長環境。當細菌冇辦法黏附喺尿道壁上面繁殖，排尿自然更順暢。此外，配方中嘅橄欖葉萃取含有洋橄欖內酯鈣同洋橄欖內酯酸，係極強嘅活性抗菌成分，可以減少病毒同細菌，保護免疫系統。配合橄欖多酚，更能發揮強大嘅抗氧化能力，阻斷自由基嘅致病路徑。除咗私密部位護理，我哋都同時考慮全身健康循環。產品當中嘅類黃同複合益生菌，包括嗜酸乳桿菌、長雙歧桿菌同干諾乳桿菌，具有特殊抗酸性，唔會被胃酸分解，確保能順利直達腸道，提升免疫力。同時有助舒緩過敏反應，配合花青素嘅天然抗氧化特性，仲可促進皮膚新陳代謝，提升整體狀態。特別適合長期忍尿嘅上班族、飲水量不足、久坐少郁、經常着緊身牛仔褲，以及生理期前後或者更年期階段嘅女士。如果你想舒緩泌尿道感染症狀，每日2次，每次1粒；而平常維持泌尿道健康，每日只需1粒。當然，補充產品之餘，良好嘅日常護理習慣同樣重要。保持私密部位乾爽透氣，飲食清淡，作息規律，先可以真正降低反覆感染風險。Active Crown Royal 嬌妍寶由內而外為女性提供天然安全嘅守護，細心呵護最私密嘅健康。